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7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新闻头起先，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华一个民众去海边乌蛤蟆索叫海洋假去，人是找到啊，不过救起来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东火送到位的 AZ 疫苗11月底会到期，指挥中心讲，这批 AZ 第14期会开放注射，一定注会了。受到东北季风甲风面的影响，为明仔载开始天气会较湿湿、较凉冷，上加可能会降到16度。新闻头起先，咱先来关心中华的消息。中华新港的海边啊，传出一个渡水的意外，一个70岁的民众找到早起去海边啊乌蛤蟆，拄到电流所未浮起来岸边，索叫海洋假去。消防人员出动空勤直升机甲手灵艇搜救，找到下晡是有找到人啊。不过救起来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空军总队的直升机伫半空中驶来驶去，已经发现渡水的民众。消防队坐像林船瓦军把民众救起来。不过伤者互发现时阵已经无生命迹象啊。送医急救了后，医院无法度救回来。意外发生的所在就是新港的10股海峡，这已经是这个海峡近3礼拜以来第3摆的意外咯。由空勤总队直升机从空中俯瞰，发现溺水的民众，那用船艇将溺水民众载上岸后，由救护车送往彰滨秀传医院。消防队表示，这个民众坐了早起到10股海峡掠蛤蟆，要去进前一天有甲厝内底人讲，不过却是出意外，因为10股海峡陆续有这个意外发生。现场除了设置紧急标志，消防队甲海巡人员也伫个中水进前3点钟来引导民众脱离。迅速离开此土海域，避免发生危险。伊若伫路头迄边，莫撩过这边，啊若有撩过啊，就是水若较看较有水较多，就爱紧转去啊，免撩过啦。当地民众表示，10股海峡甲岸边隔一片蚵仔田，甲一条复杂的海沟，一旦中水啊，海水真紧会甲民众甲包起来。消防队也提醒，10股海峡是危险的水域，但是讲等到中水啊，才要转来岸边，真可能已经无退路啊。呼吁民众莫随意进入这个海峡，以免发生危险。记者自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今仔日无本土病例，嘛无新增加死亡的病例，不过有新增加4个带病入境的个案。其中3例是住过2档所过去画到的。另外，咱国家己买的 AZ 疫苗有59.4千档伫昨昏送来台湾，不过这批11月底就会到期。指挥中心讲，这批 AZ 会伫第14期开放注射。第一档 AZ 注了让8礼拜以上的民众，就会当注第2档。这届差不多有180万人符合这个资格，一定注会了。礼拜六尾仔台湾家己买第13批 AZ 疫苗59.4万剂，由荷兰航空运到桃园机场。因为这批 AZ 疫苗效期只到11月30，就要到期引起议论。指挥中心说明，考虑国际疫苗供货无稳定，评估了后同意进口。提供符合就是间隔8周以上接种的民众来接种，以提高第2剂的一个覆盖率。那后续我们会持续的掌握每天接种的情形。有承接组疫苗协会基层医师呼吁，这批 AZ 效期底指挥中心应评估放任资格，不一定爱隔8礼拜、4礼拜就用做第2剂，而且爱设较侪注射站，提悬民众意愿。那假是注未完，考虑赶紧送出去。许多的国家本来对 AZ 的接受度就相对比较低一点，那除非是直接用赠予的方式给其他相对落后的国家。国内测试无增加本土病例，新增加4例境外移入，其中3例是完整做疫苗了后的突破性感染。有医师提醒，特别年底有各种年节活动有群聚的风险。明年春节假期超过3万人回国，也考验台湾防疫加检验量能。我们再怎么样去注意新年期间的一个群聚，但如果说有相当比例的一个境外移入的案例由于我们的一个防疫措施的一些不可避免的一些疏漏，而造成境内的一些群聚感染的话，这反而才是最大的危机。医师建议中央要赶紧掌握回台国人行程伫倒位隔离，加隔离了后的采检，拢袂当到高期，采检量能要扩大，避免短时间大量人潮加做空芳。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立冬，各地是拢真好天，不过为明仔载开始就会变较湿湿、较凉冷的天气。受到东北季风甲风面的影响，温度可能会一个手降10度，上低可能会降到16度。拜三水气较少，会较大冷，
一直到拜六东北季风减弱，天气才会比较较温暖。10月7号是日就是节气的日当，台北市大潮厅一透早真侪民众伫遮晒日头，享受假日的气氛，真侪人阁穿着长啊。不过因为东北风小可变强，并且小可冷，已经有一寡民众已经穿着长较薄的外衫。不过安尼天气会有正大的变化，因为东北季风变强，并且华南风雨区东线影响，这8号拜日会转做冬冷的天气，这透早温度可能会来降10度。所以从明天凌晨开始，温度就会呈现像溜滑梯般的明显下降。那预估呢，今天白天的高温跟明天白天高温，北台湾来比的话，可能会下降10度左右。明天在北部、东北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出现。那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也会有比较局部的短暂雨。那中部地区以及南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雨。10号拜三水气减弱，天气嘛为冬冷变作是大冷的天气。除了东半部地区是小块来落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温度嘛可能来回升差不多是2度。另外嘛，因为分量减少，伫咧辐射冷却的效应影响之下，在透早跟暗时的温度变化会较大。周3到周5这段时间都是属于比较干冷的天气形态。那温度来讲的话，最低温度在周3晚上、周4清晨，还有周4晚上、周5清晨。以北台湾来讲的话，都会区的最低温度大致上是在15度左右，不过沿海空旷地区可能会更低一些，大概会在13、14度左右。那中南部地区温度也会下降，不过要特别注意就是中南部日夜温差会比较大。安尼天气可能要到13号拜六，这东北季风减弱的时阵，这气温才会小可来回升。记者张志雄、陈立峰台北报道。人讲是高雄三大观光夜市之一的青年夜市啊，参会中心开幕就约130万人。虽然即马无人数的限制，不过夜市要是袂当哪行哪食，敢若会当伫咧店内底用餐。另外嘛，提醒民众，若是去踅夜市啊，都要会去扫实联制 QR code， 嘛要保持防疫的安全距离。下晡3点，红山青年夜市的打饭已经咧备了，因为前一天开幕欠3万人，将近3000平空间客甲10通通，烦恼拜节共款人真多，提早2点钟来准备。不会有拿口罩下，我们会提醒。我们都会叫他尽量不要挤在一起。没有时间呢，我们都一直考，根本没有看客人啊。那时间连看客人的时间都没有啊！打饭讲前一天无闲甲，连啉水的时间拢无，有时阵无法度注意旅客是毋是有挂喙暗。不过夜市主意讲，夜市虽然用内向，暗过明往哪行往哪食，伫单位食完物件爱挂喙暗。没有打的部分，我们就不好意思，就是没有办法让你在那边做生意，毕竟接触的人跟钱，这个都是有一些风险性的部分。我们这个防疫，我们一定会做到很落实跟确实。提出防疫计划书，青年夜市表示，开幕进前已经送市府审核通过，夜市内底无人数限制，不过打饭往爱做过2期新冠疫苗，也佫提供酒精甲实联制，这样白打。针对人这么多，市府也表示会请管委加强宣导，提醒民众落实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公布，昨昏一天内，有16架中国军机来扰乱台湾，是这个月来上济。而且中国生产的歼16支，也就是电子战的飞行机，目前已经投入实战化的训练，有可能嘛来扰乱台湾。根据学者的分析，中国当地咧发展中国版的苏德计划，想要伫战场抢夺电子权，也佫有对网络的控制权。高度81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 ADIZ， 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共军机初一透早，阁侵了咱西南空域，互空军公布来驱离。初六深夜11点，国防部公布有16架次歼16架歼10中机来侵了台湾，创下11个上侪架次的纪录，而且日夜拢来侵了。最近中国的军事动作不断，央视军事频道报道，解放军国产的歼16支电子战飞机已经投入实战化训练，进入可能加入侵了台湾的行列。它跟通常的歼16最大的区别就是。挂的东西特别多，歼16D、歼20这2个飞机的共同点就是，都是针对敌人的雷达探测。根据报道，歼16支甲歼16上大区别是在于机身下面最吊舱装载各种的电子侦察设备、通信干扰设备，也有雷达干扰设备等，用甲其他的战机来破碎作战。
学者分析，中共正在发展中国版的苏德计划，想要伫这战场顶面来抢夺电子权，也有信息夺取的这网权。或称为电歼16的这个战术的电战机，它跟美国的 ES-8咆哮者是类似的功能。所以从作战层面到战术层面，都可以看得出中共在就是跟随美国这种网电作战的一个发展。苏志文分析，2021即阵中共派出侵略台湾的军机，运飞运到电战机种大约占18%，显示中共有系统性派遣电战机种来出海，来收集电子的情报，并且发展总体电战的能力，提供赶紧强化电子反制作战能力的各项装备甲计划，应该是防护战略的重要关键。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拜登最近的民调是那个土，加上维吉尼亚州长的选举失败，民主党为着要挽回拜登的声势，众议院通过历史上上大的基础建设法案，总金额是1兆2000万的美金，差不多是台票33兆。不过，扩大社会安全网的重建美好未来法案也是卡关。另外，要求企业员工注疫苗强制令，即嘛互法院裁定要暂缓施行。Finally, Infrastructure Week. 1.2兆美金基础建设法案总算伫众议院以218票赞成、206票反对得到通过。拜登完成前几任总统拢无法度达成，影响全美国上亿人生活的跨党派成就，也为车子民主党地方选举失利做一支强心针。这法案是为原来联邦小桥铺路顶基础建设计划，中心受宽5年期限加5500亿美金经费投入水源、网络宽频、电力系统等设施。这是拜登经济政策核心项目之一，显示提悬全球竞争力的环境。And it puts us on a path to win the economic competition of the 21st century that we face with China and other large countrie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going to create more jobs, good paying jobs, union jobs that can't be outsourced. There'll be jobs in every part of the country. Red states, blue states, cities, small towns, rural communities, tribal communities. This is a blue-collar blueprint to rebuild America, and it's long overdue. 基础建设法案早伫8月就得到参议院两党支持通过，在众议院所限制艰难协商，这也是出优势。民主党原本规划要互基础建设法案加另外一个规模更较大2兆美金，扩大社会支出的中建美好未来法案，伫初5共一天通过。中建美好未来法案目标是扩大美国社会安全网，牵涉保险、教育、移民税制，加对抗气候变迁。不过民主党中间派烦恼预算来源，进步派所嫌规模无够大，经伫遐。拜登第一摆对国会党团录指导期，直接敲电话甲民主党众议进步连线沟通，总算伫最后一刻，互基础建设法通过。不过，中建美好未来法案卡伫遐，拜登表示有信心伫下节就要通过。拜登政府找到面临另外一个问题，伫真济共和党州提出法律挑战了后，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以重大法律甲宪法问题为理由，裁定原定明年1月7日生效，要求企业做疫苗强制令暂缓执行。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辑。即摆疫情有较转好。今年台北的国际旅游展览的业绩有真明显的成长，不过有观光业者就认为讲，干那靠国内旅游，观光产业是无法度复苏，要是爱等国际疫情较趋落的时阵，外国旅客会当自由来台湾佚佗，咱国内观光产业的生理才会有明显的变化。来自日本的观光团体来到台北国际旅展，经由各种游戏甲活动，向台湾的民众推广观光。现在那个疫情的人数非常少，所以我们很期待明年开始那个观光客的人数会增加。因为对日本的观光来说，那个台湾的观光客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很重视台湾的市场。开始即阵国际疫情慢慢来下降，各国拢希望抢国际观光财，国内业者也有相款的期待。不过，伫完全解除禁令进前，未少想要出国民众只好先选向国内旅游。今年旅店未少饭店拢经由业绩的增加，观察到民众乐观来看待疫情发展的现象。旅展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比去年成长了大概2倍以上。然后呢，以目前的状况，我们第4季的业绩其实也是很可观的。那
以现在消费者的购买的情况来看，我们其实这个报复性的消费，我们是很期待跟乐见成长的。国外进来的客人还是非常少，所以呢，我们还是等待，看看呢，今年年底还是明年，整个呢把这个观光客如果开放的话呢，那就会恢复以前的这个荣景。如果说疫情再缓和，在没有大的状况之下，我相信呢，台湾呢的观光产业呢都会起来的。路店买气十足，找机会提醒消费者买餐馆也是休大馆进前，要注意使用时段是不是有限量供应的问题，以免买完了后一直排无消费时间。如果有限量，或者是限某些特定的日子才能够使用，或者是限制某些特定的日子不能够使用，消费者在购买之前都必须要考虑清楚。小机会提醒要注意餐馆也是休大馆是不是有旅游的保证，也有保证期限的时间点，才法度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阳明病院发生疥疮烧胃情形，这是一种皮肤会起粒而且会痒的传染病。病院这边讲，病房是已经有做消毒啊，毛科的患者甲医护人员等等，拢总是57个人做检查，目前有2个人是确定去胃着。台北市立德行病院伫9月30收治一个生计的患者，院方表示，这个患者伫转院进前就做治疗10外天，伫10月29的时阵检查是阴性。不过，同一间病房通报有病人的皮肤起粒啊，院方随针对这病房所有的患者，还有员工拢总57个人做皮肤的检查。57人进行皮肤检查，结果2名病人疥疮确诊，我们立即安排治疗，并持续监控中。针对疥疮阳性及发生皮肤红疹个案，我们提供适当的治疗，环境全面清消。院方表示，目前考虑57个患者甲医护人员，将对病房的环境全面做清洁甲消毒。不过，因为家属也是有探病的需求，所以目前无禁止伊出入。感染科的医师表示，疥疮是由疥虫引起的皮肤疾病，由皮肤的接触来感染的。若是发生伫长期倒伫病床的患者，风险比较会较大。症状大部分就是痒啊，那抓伤之后有可能会造成伤口感染。那严重的时候，如果全身感染，当然也有可能造成死亡。它造成死亡的这个比例，大部分都还是因为后续的这个皮肤感染、细菌感染造成的比较多啦。针对疥疮烧胃的事件，医师建议，就要赶紧让皮肤科的医师来检查。过去的经验，一天会当体检200个人至500个人，第一时间甲科内人全部做体检，来阻断传播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这4年来已经辅导超过40件旧建筑保存再生的计划。最近，搁伫12个乡镇找到21件有特色的旧建筑，包括台铁的南靖车头边仔的旧宿舍，希望会当甲地方重要的文化甲历史保存落来。财富伫老厝内底无用修理的工课，这间要80年历史的老厝，暗算明年9月就会当完工。除了这间老厝以外，嘉义县目前阁有另外13间私人老厝，摕到文化部的补助。对于不管是年轻人要创业也好，或者说有任何的展示的场馆，就是它有足够的公益性跟社会影响力，可是它其实并没有足够的那个财源可以运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计划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嘉义县到今已经向文化部申请40间私人老厝修整的补助，伫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成果发表会内底，搁伫12乡镇推出21间有发展空间的老厝，包括进前南靖车站边仔的宿舍。暗算要用同款的方式来处理。南靖的这个宿舍，这个我们也要跟这个台铁来谈，也可以，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其实嘉义县具有这样的一个潜力，的老屋其实还非常的多。那我们觉得说可以透过这样的计划，有更多人他可以看到，然后他如果说自己的家里，或者说甚至成为某种青年返乡的动力，那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要修理老厝，唔那就开时间，嘛爱开真侪钱。就行团队讲，这是人推出这个计划，民众开始有咧关心老建筑的保存，希望透过民间甲政府的力量，会当活化一寡老建筑，嘛来保存地方的历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台湾伫咧1913年的时阵，就开始有世界语的运动，希望大家会当做伙来关心世界。到1920年代，文化协会开始兴起来，民众参加各种的文化活动。开始深化世界观甲本土意识。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特别办展览，以台湾文化协会会馆内底6位世界人为主题，
要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咱台湾伫个无共时期对世界想象。这是文化协会迄个时代留落来一个真特殊的大型的纪念物。这是昭和2年的1927年哈，伊咧讲的就是时间逆行。内面一个苏碧辉哈，这就是文化协会理事，伊是艋舺在地的生理人，伊就是管这个时钟的塔。如官讲的这座无几百外当前，日本统治台湾，互艋舺当地人有时间观念的时钟塔。若去艋舺龙山寺的水池后壁，即马还有地看。进入到看顶头，还有看起来像拉丁文写 Tempo Estas Mono， 时间就是金钱。其实这是1887年俄罗斯人柴门霍夫推展世界大同、多元包容所创的世界语。迄阵文化协会哈，伊嘛有讲哈，因做的工课会当分做2大队，一种叫做宣传节，一种叫做阵地战啊。时间甲空间的观念就是咧争取啊。这社会大众，你本来时间空间的观念可能是较传统的，啊，咱家改变过来，啊，互你较知影讲现代的时势是啥物款。1921年，伫咧文化协会带动下，文化的真侪社会上接用接听的词，一方面抵抗外来政权统治者的政治倾向，另外一方面是新思想甲新观念的推动，也通讲是日本总督府甲本土社会新旧观念两面作战。伫咧空间上，文协也伫咧人侪的所在，像庙埕办各种活动，希望改变大众对世界的想象。无产者。善良人、劳动者日做工。不过，在这段台湾开始出现世界语运动的时，民间无产者不满日本帝国主义吞台声音并无动点，左派人士就发起327运动，逐句拢3个字，对台湾历史、经济到反封建的思想拢写入去。主要拢是左派这些人，因对利用这种327来咧做运动，这就是反殖民，这种是反封建。啊，个反社会内面的吼，迄阶级就开始用过大家拢听有的话，啊，所以形式性的时阵，伊是采用按明朝、清朝一直落来正版的迄3字经啊，吼。啊，我是特别重视迄阵较基层的社会历史吼，尤其农民运动啦吼，工人运动，还是讲迄阵社会主义一寡思想，哦，这个部分较大家较唔知影的这个部分。希望讲会当分享，互大家知影。一个人的世界观改变，伊的行为就会对咧改变。准啊，一群人世界观改变，就通改变一个国家的运命。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这场号做6位世界人的展览，对1920年台湾头一位飞行员谢文达回台做乡土访问飞行，刺激台湾政治边缘意识，和文化协会催促各种社会决心，和前辈者对台湾建构主体性的付出，就望台湾会当成做世界人，袂简单是口号。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南报道。天气报你知，明仔天气会比较较湿湿、较凉冷，温度可能会一困头降10度，上低可能会降到16度。拜三水气较少，会比较较大冷，一直到拜六东北季风减弱，天气才会较温暖。接下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5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